今日我要介紹嘅係圓洲角綜合大樓，大家過嚟呢邊睇下，呢就係我要介紹嘅地方，有兒童遊樂室，有乒乓球室，有多用途室，同埋最上面嘅室內組氣滾球場等等。介紹嘅係兒童圖書館，佢入邊有超過8000個圖書，而且仲有個閱讀幼兒券，俾0至6歲嘅小朋友係讀書嘅。呢度仲有嘅12部自在者司機。借圖書都好方便㗎，每個星期六下晝3點都有兒童故事時間，可以免費參加㗎。而家我哋就介紹運動設施啦，大家睇下。呢部攀石場有9米高㗎，佢有4條唔同嘅線筒，可以俾私人同埋學校租嚟攀石用嘅。呢度就係多用途室啦，呢度有6個場，呢邊打緊籃球，嗰邊打緊羽毛球。平時呢，仲可以做瑜伽、舞蹈、武術表演，係租用㗎。仲有啊！呢度租金好平㗎咋，非常無敵時段39蚊1個鐘咋。呢個呢，就係兒童遊樂室啦，我細個都好鍾意嚟玩㗎，係小朋友玩嘅。嚟嘅時候記得要家長陪同啦。平時多人呢，係要排隊輪候㗎。圓洲角綜合大樓喺沙田當配街9號，好近第一城站嘅，行過嚟只需要5分鐘。大家嚟之前記得預約哦，多謝大家。